主后2024年3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伊甘愿选择无要救家己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15章第1节到47节。天一个光，遐个祭司长、长老、经学教师以及全议会的人斗阵参详，因甲耶稣绑起来，押去交互彼拉多。彼拉多问耶稣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？”耶稣应讲：“这是你讲的。”祭司长告耶稣真侪项代志。彼拉多阁问耶稣：“你看，因甲你告遮侪项，你若拢无答辩？”耶稣犹原无应半句，彼拉多煞感觉真奇怪。逐年伫搬过节的时，彼拉多拢有照民众的要求，放一个犯人互因。有一个人名叫做巴拉巴，甲一寡叛徒做伙关家，因捌伫暴乱中杀死人。群众自责活来，要求彼拉多照例替因处理。彼拉多问因讲：“恁爱我放犹太人的王互恁无？”因为伊知遐个祭司长是为着怨妒才将耶稣交互伊。遐个祭司长煽动群众，颠倒要求彼拉多放巴拉巴互因。彼拉多阁一遍问因讲：“安尼，恁称做犹太人的王个，恁爱我安怎处理？”因阁大声喝，甲伊钉十字架。彼拉多问因讲：“是安怎？伊有做甚物歹代志？”因阁大声喝，甲伊钉十字架。彼拉多为着要互群众欢喜，就放巴拉巴互因，阁命令人用鞭拍耶稣，然后交互伊去钉十字架。兵士带耶稣去总督府的院内，后来调集全队的兵，因甲耶稣穿一领紫色的外袍，阁用刺仔编一顶王冠甲伊戴。因甲伊行礼，喊讲：“犹太人的王万岁！”因阁用一支芦笛仔捽伊的头壳，甲伊配喙烂，跪落去拜伊。因戏弄伊了后，迄领紫色的外袍甲脱起来，阁将伊家己的衫甲穿转去，然后押伊出去钉十字架。有一个古年来的人，西门是亚历山大甲鲁夫的老爸，伊对庄骹来，拄好对遐经过，兵士强迫伊掠耶稣的十字架。因甲耶稣押到一个所在，叫做各各他，翻译是头壳碗领。因用散没药的酒互耶稣啉，毋过伊无啉。然后因甲伊钉十字架，阁分伊的衫，抽签决定逐个人得到甚物。因钉耶稣伫十字架的时是早起时9点。有一个牌仔写伊的罪状：犹太人的王。有两个强盗甲伊做伙钉十字架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。对遐经过的人，甲伊侮辱，摇头讲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，讲要拆毁圣殿3日内，阁起起来，就叫你家己对十字架落来。”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嘛安尼甲伊踢笑，讲来讲去，伊救别人，无法度救家己。伊是基督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就对十字架落来，
互咱通看通信。甲耶稣做伙顶十字架，遐强盗嘛甲伊侮辱。中昼的时，全地拢黑暗，煞到下晡3点。3点的时，耶稣大声喊：伊洛伊，伊洛伊，拉玛撒巴大尼，意思是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是安怎放杀我？有一寡徛伫边仔的人听到讲，恁看，伊在叫以利亚。有一个人走去，摕海绵浸酸酒，放伫路顶仔尾，拄去互耶稣说，讲：等一下，咱看以利亚会来甲伊救袂？耶稣大声喝一声，就断气。迄时，圣殿内的长吏对顶到下二做两爿。徛伫耶稣对面的军官看到伊断气的情形，讲：这人确实是上帝的囝。嘛有一寡妇人人对远远伫看，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、小雅各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以及撒罗米。因是耶稣伫加利利的时，就缀伊，佮服侍伊的妇人人。另外，佮有真侪甲耶稣做伙来耶路撒冷的妇人人嘛伫遐。已经黄昏，因为迄日是搬过节的避难日，是安息日的前一日。阿里马太的约瑟来，好早去见彼拉多，请求将耶稣的遗体互伊。约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议员，伫期待上帝国的来临。彼拉多听到耶稣已经死，感觉奇怪，就叫军官来问看耶稣是毋是已经死去。伊对军官听到耶稣确实死的消息，就将遗体交互约瑟。约瑟买一块幼麻布，然后将耶稣的遗体对十字架刷落来，用迄块幼麻布甲伊包，安装伫已经拍好伫石壁内的墓，佮过一块石来插伫墓口。抹大拉的玛利亚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有看到安葬耶稣的所在，伊甘愿选择无要救家己。彼拉多伫审问耶稣的过程中，查袂出耶稣的罪，想要偷放伊。总是面对犹太议会甲众人的鼓噪，彼拉多为着讨好群众，最后甲耶稣判死刑，交互人去钉十字架。耶稣就伫受兵丁鞭拍、戏人甲侮辱了后，受带到各各他，意思是头壳碗的岭，伫遐受钉十字架。耶稣受钉十字架了后，众人对伊的侮辱并未结束。经过的人拢啼笑讲：现在对十字架顶落来，救你家己。遐想尽办法要杀害耶稣的宗教领袖，也讥笑耶稣，伊救别人无法度救家己。就伫下晡3点，耶稣大声喊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是安怎放杀我？无几后就断气。暗头仔受人尊敬的议员约瑟，大胆去向彼拉多要求收敛耶稣的身躯。彼拉多听讲耶稣已经死，也感觉惊奇，敢讲耶稣伫十字架顶真正无能力救伊家己是无？实际上，耶稣并毋是无能力救家己，因为伊伫克西马尼园受掠的时，还医治互门徒彼得卸掉正耳的大祭司的奴仆。
甚至对迄个做伙受定救主纪念的犯人，耶稣也有甲伊讲：今仔日你要甲我做伙伫乐园。那安尼，为什么耶稣还是4点是过顶嘞？台湾的总统甲立委大选才结束无偌久，对去年的选举活动通看到，有人总掠做家己的利益做优先，毋但拢无顾忌用轻视尖酸的言语对待别人，还掠安尼做追求声量的步数。因掠做家己比别人较重要，所以找言行，并无管待别人的看法甲心情。总是当政治人物敢若选择对家己有利的，会当互台湾变搁较好，是无？或者是因的选择其实干那伫咧追求满足家己的利益，毋顾别人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咧？社会心理学伫针对助人的行为研究早就发现，当人面对危险、病痛，也是困难的时，往往会先选择帮助家己，而且袂想注意比家己搁较有需要的人，甚至还会认为有其他的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就好。就算理性上知影这是自私的行为，毋过伫现实中，人犹原往即个方向伫进前。相反的，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时，并毋是无能力救家己，反倒转是甘愿选择无要救家己。耶稣甘愿照天父上帝的旨意，伫十字架顶牺牲家己，来完成上帝的拯救计划，互救恩临到愿意听叹上帝话语的人。耶稣毋是选择救家己，反正是选择拯救搁较侪的人。耶稣选择受难，因为伊疼世间所有的人。身为基督徒，咱的选择搁是甚物呢？默想，主耶稣面对苦难的时，甘愿选择无救家己；当我面对抉择的时，为效法耶稣去帮助别人，还是先满足家己的需要？主耶稣面对苦难的时，甘愿选择无要救家己；当我面对抉择的时，为效法耶稣去帮助别人，还是先满足家己的需要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，透过牺牲来拯救世间人，包括卑微的我，求你帮助我活出你的疼。伫面临抉择的时，毋是选择利益家己，反倒转是去帮助搁较侪的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